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红色和木子海峡传播讲，伊拢想要和解，所以美国4大指数拢起，今仔台股指数甲台积电的股价嘛拢创历史新高。民进党前立委陈欧票是接受乌西800多万，红淡判16天的有期徒刑。民进党中评会昨晚决议讲要开除李经秀的党籍。我和旅游今年和海客入侵20万旅客的个资，和外地网络疯看禁片，也正是和关公处罚100万。来看美国伫台湾时间早8点开始封锁荷姆兹海峡，美国总统川普佮讲，伊拢是有主动联络美国想要和解，所以美国的4大指数是拢起，亚洲股市今仔嘛大起，台股盘中是上悬起到36234点，嘛佮创历史新高。今仔收盘是起838点，台积电收盘价是2055块，嘛佮创历史新高。镜头大厂台立光嘛起停板哦，今仔其他原料类的类股嘛拢表现了真好。美国总统川表示，伊拢是有想要达成协议，规个金融市场拢足欢喜的，因为美国4大指数全部拢起，14号亚股出红盘，韩股起到要6000点，日股起超过1000多点，台股佮直直冲起哩。盘中搁捌上悬伫咧36234点，台积电嘛起哩到2040块。它创历史新高的主要的理由有几个啦哈。那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去年的财报公布出来，将近4.6兆、4.5到4.6兆这样的水准，其实创下历史新高的数字背后所代表就是今年的股东会行情会非常不错。那台积电带头抢悬，其他包括台积电、鸿海、联发科、日月光。马龙走悬，大立光最近传出提速大客户碰过的订单，转向 CPU 的领域，股价强势起停。特别的所在是伫咧过去敢若电子族群起的状况，14台湾上市类股，会当讲是百花朝开。其他像讲原物料类股，包括塑化族群的台塑、南亚，盘中嘛有超过5%起伏。油电燃气的台塑化，嘛为乌、丙红起哩。油跟股市同步上涨，这代表的是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对于美国、伊朗之间冲突出现钝化的现象。专家认为，台湾出口的数字连29红，显示咱台湾的股市基本面也是真有韧性。不过，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盘中的震动可能会变作是最近真史上的代志。预计伫咧这个拜四台积电发出会，若是毛利率会当有真好的表现甲成绩，拜五的台股可能会阁爬起哩。今仔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14号以31.73开出来，盘中阁有31.676起超过1角。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封锁荷姆兹海峡航运受到影响，另外中东地区生产阿鲁米业者进前受到攻击停产哦，所以即马阿鲁米的价数是起到4档来的新高。咱国内汽车零件厂嘛表示讲，部分的零件成本哦已经起40%了，嘛恐惊讲会阁继续起哦。阿鲁米的拿起来就轻轻的。价格加上关键材料像呢，汽车的曲项，无论是油车也是电车的零件，拢是真重要的角色。这几档为着减少车的重量，未少车厂会改做阿鲁米的制品。当战争爆发，世界阿鲁米的原料价格也悬，因为中东地区阿鲁米产量就占世界9%。当地上大的阿鲁米生产商阿联酋全球乳业，佮因为空袭来停产，波动太大，它有可能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它的价钱就已经做大幅的变动了。所以我原先跟你讲说要调15%，其实已经早就 over 过了啊。所以我不能再做这样子的，就是设定标准值了，我变成要及时报价。厂商生产成本受到真大的冲击。苹果自从去年关税战开始，阿鲁米的价格就压悬，即马战争更较严重，部分零件成本早就已经过起40%。市场分析师认为，即马世界其他地区阿鲁米产量受限，库存本来就较少，规个市场拢无压缩米的空间。供应上紧张的，会是成本较悬的铝合金，会影响航空、汽车制造甲建筑。金属原料的涨，其实不只是会影响到电动车嘛，也影响到很多整体的，包括台湾的电子产业都会有影响。我相信客户都还是有意愿要来配合。那就像我讲的，如果可以尽快的去把
通膨的这件事情去受控制的话，那对大家对原物料的的价格的控制会比较好一点。现出时汽车的车身底盘、车链、引擎甲零件，拢含有150到200公斤的铝材。一旦材料欠缺，过去俗价电动车介绍会挡袂掉，甚至引起供应链长期的危机。当然不可否认，就是短期内可能会推高电动车制造的成本。这种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油不知道能不能出得来。那种种的这些不确定性，反而让全世界又重新重视永续能跟这个节能。外贸协会表示，虽然汽车原料起价，不过全球石油继续压悬，嘛造成成本的冲击，对电动车的发展也是真有希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过3年的民进党前立委陈敖票接受乌西直立反映来推动上港法的修法，个涉领诈领助理费加强800多万哦。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是重判伊16档的有期徒刑，褫夺公权6档。伊的太太嘛涉诈领，佮有公益侵占等罪，嘛红判4档6个月，褫夺公权3档。交法有话想说吗？我会觉得自己是冤枉的。羁押8外天，去年底交保的前立委陈敖平面对贪污的官司，涉嫌收乌西钱，推动修法诈领助理费，起用指控涉贪的金额超过874万。案件经过台北地院审理7个外个了后，暂时宣判。依照贪污的无违背职务收乌西钱，还有不正利益等罪，一审重判16年，褫夺公权6年。陈欧破的部分呢，他仅坦承非法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公费、助理补助费的犯行，致使否认其他犯行的犯后态度，被本院呢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6年。涉嫌贪污的陈敖平，敢若承认诈领助理费，对着收乌西钱，伊拢无要认。那一审认为，陈敖平伫立委任内主动向香港协会理事长收乌西钱，来换互伊通去提案修法。也佫有收租赁业者的钱，用政治现金来包装汇款，协助调开协调会。我们会先调主文，主文看到以后看电子判决，我们才知道到底它是哪一些项目有成立。宣判了后，实际打电话给陈敖平，手机也无开，无法度得到回应。不过，唔是干那伊去用判有罪，连伊的家后妻惠如一审嘛无法度闪过，除了牵涉诈领的证据，也佫去用指控侵占正义兰协会110万的财产，去用判4档6个月，褫夺公权3年。我担心委员被收押。那这专案其他的被告包括香港协会理事长，也佫有人头助理等人，大多数拢是假罪，部分是无罪。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中评会昨决定讲要开除李金秀的党籍，佮讲李金秀爱一笔钱才去撕掉不分区立委。也毋过李金秀是否认，讲伊是伫高度的政治压力才辞职的。党主席黄国昌是爱李金秀，卖佮讲白贼咯。继续说谎，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个党而已，对他个人而言，恐怕也不是好事。讲党话爱李金秀自重，民众党中评会决议开除李金秀党籍，佮指出李金秀要求爱摕到钱才愿意是不分区立委。不过李金秀无要认这个指控，背后家己是伫高度政治压力之下才会辞职，佮否认用交换利益来做前提。两边各人讲各人的，对此黄国昌反击，对李金秀发声明否认，感觉真意外，因为伊开喙讨钱，毋是简单伫4月初7迄日下早尔。李正秀委员突然提出了要求，要用金额去补偿他接下来在立委任期当中的薪水、租金，还有其他一切的福利。他认为说他要先拿得到钱，他才愿意去持续不分区的立委。作为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我是绝对不可能容许。大家都是同事，大家也都在党团来讨论。所以基本上应该不是有什么叫做高度的政治压力嘛。外口传讲李金秀伫会议顶讲，党念这点仔钱拢摕袂出来，互伊看袂起。黄国昌嘛证实真正有这件代志，家己听到这句话时心内艰苦，无法度形容。李金秀互开除党籍，民进党团批评歹戏拖平总算落幕，哪位是表示尊重。对民众党来说，其实李珍秀就是他们的恐怖情人。现在总算愿意让这个歹戏拖棚的戏赶快落幕。这个民众党的家务事，我们就没有评论了，就尊重吧。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表示，李金秀案是个案，关键伫当事人无及时放弃相关户籍甲
国籍依法无参选资格，嘛强调此案甲整体绿配团体无关系。政府有案的依法保障绿配伫台湾的参政权甲生活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宣布的10项对台政策，咱国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是强调讲，咱是无可能接受有政治前提的条件，而且甲国家安全佮有政府公权力的代志，是需要透过两岸的政府正式来协商。即届中国讲要伫福建的沿海，包括金门甲马祖，来推动通水、通电、通天然气佮通桥，来方便民众。金门都议员主张讲，甲金门设做台湾的特区，嘛建议讲会当办公投来了解民意。电视会结束以后，中国各台办伫12个时公布10项对台政策，其中有关金门马祖的部分，有包括推动福建沿海地区甲金马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等等。8月的时，有金门县议员伫议会质询，主张甲金门设做台湾特区，认为安尼较有机会促成这建设，嘛建议县府甲金门设特区来做年底选举的公投议题引起讨论。通水、通电、通桥，好了，通桥就无很简单啦。一定要从特区才有机会嘛。讲咱金门哦，有大陆讲的第一先同业的模范，咩先同业？因为这个是因为2个大国的博弈哦，咱金门可能会捡到钱有好康啊。所以我是感觉甲县长建议哦，咱金门这个特区要不要办一个公投？那金门县长表示，10项对台政策甲金门相关的建设，这是属于中央的权责，就要有中央的预算支持才通做。不过，亲像小三通、陆运中心等等，只要法令允准，金门会当成做。中央的代志但是咱会使想咱来用中央过来沟通，过来时阵真侪工作就是讲，当一个方面讲在意，咱就在意。金门当有真侪工作需要做，比如建设嘛，中央支持啊。能做的，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让中央更支持我们。金门县议员表示，尤其受到中东战事影响，起价冲击民生，呼吁通气、通桥等等关系民生的项目，县府应当尽力甲中央争取。县长陈福海是强调，真侪工课拢爱甲中央沟通。金门目前也有侪项建设爱做，若会当做的会尽量说服中央支持。记者卢尚珠、曾俊佑综合报道。针对中国宣布10项对台政策，台湾的立党、公民阵线等民间团体早起是去国民党的中央来抗议，伊是批评讲第2文配合中国，要用一中和平的框架，甲台湾拔掉的。也毋过嘛有国民党市议员的参选人甲民间团体互相呛声。台湾公民阵线立党等团体驶一台宣传车来到国民党党中央头前抗议，针对第10回批评国民党主席第2文配合中国，用和平包装统治，拒绝假和平真统一。郑丽文去中国不是和平之旅，而是统战之旅。国民党配合共产党，要将台湾海峡的和平变成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民进党有公平，民进党有公平。另外一名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也提放上头，双方比大声，认为台海爱和平，才袂引起战争，互相呛声到一半，甚至有民众加入政局。他们是侧翼，你帮他们讲话，你是侧翼的侧翼，然后你作为侧翼的侧翼，侧翼还不让你上台讲话。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指出，国共两党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就是要强迫台湾人承认家己是中国人。加上这届中国宣布10项的监视台湾的措施，讲要推动开放上海市和福建省的民众来台湾旅游，但是反对的团体强调，早就按例证明中国政府放弃环岛。中国因为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挺台言论，由官方径自取消了许多一般民众赴日本的机票。国民党郑丽文带来10项惠台政策，赖清德却带来了10万印度移工，你们到底有没有听到台湾人民的心声？双方的立场无同，警方也唔敢大意，现场乱吵吵。虽然互相呛声，但是无发生冲突。抗议也伫早起11点多结束。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台南的麻豆第84线快速道路，伫昨半暝要2点的时，有3台货车烧弄哦。有一个少年的驾驶当场是飞出去几啊公尺悬的高架桥卡，不幸过身。另外一个驾驶哦是掉伫车内，阁有一个人轻伤，车祸原因哦，搁会调查。
看外面这台车的零件是脆，规个涂骹满四个拢总是。货车的车头因为弄伤大力，烂糊糊，变形甲真正力。这站就发生伫14半暝要2点，在84线快速道路向东台南满道段，是3台车挤落去的车祸。根据了解，起头是一台白色小货车，故将停在路边；另外一台蓝色小货车，拿出来倒卡手，无意外后壁一台大货车对因后壁弄落去，甲小货车弄入去内线车道，现场路长。我从后方看过来的时候，是有微微看到双黄灯在闪，然后一台车子就从我旁边超车过去，他变换车道到外线就撞了。我看到的时候是他们应该是在路肩，不知道有没有站到外线。那我是看到蹦的时候，我赶快冲过来这边。消防局出动8台车，15个人赶到场，拢总3个患者。上危险的是缀咧大货车卡的驾驶，规身躯有真侪骨折，救护人员叫吊车，把车体吊起来，才顺利把人救出来。那另外一个是36岁姓黄开白色货车的驾驶，伫烧溶的瞬间就安尼落落去高架桥骹，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大货车的驾驶虽然意识清醒，不过颔胫骨受伤，马上医急救。报案者是跟我们讲说他是有被车子压住了，那我们后来配合脱掉的业主把它吊起来之后，再加上我们的破坏器材，就快速的把它脱困出来。陈姓男子驾驶大货车不明原因追撞事故后，停在路肩等待排除之2部小货车，事故造成小货车王姓驾驶被撞，摔落高架桥下，送医不治。那迄时看到民众讲，第一时间就落车指挥交通，怎安怎找拢无看到白色货车的驾驶，一直到看向桥骹才发觉发生悲剧。虽然3个驾驶拢无啉酒，但是敢是大货车视线死角，才是疲劳驾驶才造成车祸。警方目前已经用行车记录器来调查，详细原因搁要厘清。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今仔透早，高雄的新兴区甲前镇区发生火灾，导火的原因亲像拢甲冷气的设备有关系。最近天气较热咯，真侪人就开始开冷气。空调业者就提醒讲，因为冷气几啊个月无放，所以就爱注意看敢有奇怪的声也是味哦。嘛建议讲超过10档的冷气会当先叫人来洗，先煞来检查线路。乌烟一直清出来，消防人员用火推车拍火。这是伫咧高雄市民权1楼的办公大楼。14半暝差不多1点迄卡到，雄雄清出乌烟。起火点技术是6楼某一间科技公司的冷气主机。小可能是主机设计。伊就严要起要拍火的。过2点钟后，高雄市公司路顶这个大楼主体嘛发生火灾，一个护林人倒伫个楼梯间去用救出来，送医了后已经无要紧。这场火灾嘛，有住户拢惊一条。哇，好重啊！什么味道？就烟味啊。初步看是他家是起火点，这个客厅。客厅对。那烧哪个位置？比较偏向冷气主机的部分，是，但是实际的那个还是要我们火调来做调查。起火点技术又搁是冷气设备。这礼拜高雄天气平均温度24到30度，不少家庭开始咧使用冷气。卖冷气的业者提醒，冷气若经过几啊个月无咧运转，头摆启动的时爱注意是毋是有怪声，也是歹味。买当摸一下插头后面看有伤烧无，若拢无问题，则表示冷气正常。先打开冷气，那先检查有没有异音跟异味的部分。那如果有的话，就请您就近的冷气师傅来做检查。你也可以来检查你们家中的插头会不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是要去摸它吗？对，如果说这个插头在接触不良的情况下，这个插头是会发热的。专家指出，使用冷气平均使用的年限是10档，若处理冷气使用超过10档，建议使用进前请人清洗，卖当顺顺看线路有安全无，以免冷气用野伤高，即伫莫大也是电路板无法度透开，全咧家己烧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际电竞公开赛宣布讲要停办哦，也毋过中华电竞协会暂时表示讲，配合世界电总以城市冠名的例，所以会以新北国际电竞公开赛重新来申办。今仔早起嘛已经确定讲会伫6月7、7甲7、6这2天伫邦桥体育场来举办。台湾电竞公开赛打升价银票的资格，电竞协会设备就伫咧观望，宣布停办。电竞界是拢感觉真无彩。在这个边缘的选手一开始听到说那少了这场，那真的就等没有机会了。运动的各种种类能够兴盛的，不能说那个国际赛我们没办法办，然后又没有
这个国际舞台可以出去。基层教练甲选手无法度累积经验，阿文无达标的选手嘛减一个机会。其实电竞协会送出的计划是运动部转到单项协会升级赛事规格的2026台湾品牌国际赛事精选计划。除了办赛事，阁需要办理跨协加大的活动，是新兴的计划，却因为调业预算动力到今也未通过。运动部长李阳才会伫册告表示，进前已经有讲过会当用文化基金来支应。如果是按原来用运动发展基金的话，其实办理赛事本身的话，就是不用再办跨域交流活动，也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电协13表示，配合世界电总以城市签名的惯例，用新北国际电竞公开赛重新申办。不过14早起已经正式收到世界电总的回批，确定6月初6、初7会伫邦桥体育场复办。新北市已经将板桥体育场符合国际标准的跑道、看台全部做一个翻新。新北市长侯友宜无回应新北是分担偌济经费。根据了解，台湾电竞赛改名做新北国际电竞赛进前，新北市府已经有分担经费，共同主办。当停办又搁复办，电竞界是较肯定。所有体育界人士私底下表示，总预算因为调业动力卡关，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运动部若较早甲协会表明会当用文化基金，那会顾在协会单方面停办。运动部甲协会的沟通爱搁较加油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5号旅游今年初互海客20万人客的护照，佮有真侪内部的资料，拢公开伫网络顶头。关公署调查嘛认定讲真侪重大，所以罚100万哦。有治安专家嘛建议讲，企业端应该着爱有包括生物辨识等无共款的验证方式，来保护人客资料。5号旅游今年1月系统去互人逆向攻击，经过专业的单位监测，发现受影响的比预期更较大，包括一寡旅客名姓、护照，还有行程内容，全部拢压出来。关公署调查了后，认定违规情节真重大，罚100万。消基会嘛指出，过去新西旅行社嘛捌发生36万条消费者的资料外泄的事件，迄时嘛帮助投诉的旅客团体诉讼。若是这摆5号旅游的消费者有需要，嘛尽力斗3工。政府机关呢，严格来要求有关的业者呢，应该更提高他的一个各自的保护措施，防止呢一则再而三的一个重演啊。5号旅游发布消息，正式去互人裁罚。另外嘛回应讲，已经甲治安机制强化。还有强化资讯安全系统，遵照主管机关相关的专业的建议进行，包括加强资料去识别化，还有加密、加强预警。另外，今年嘛全面启动大规模的数位转型，加强治安升级。电子签章等等，治安专家分析，最近这几档大型企业各自外漏的事件是一直传出来，这代表口罩的密码安全性已经无够啊。从使用者在登录的机制上面做一个改进，比如说可以导入 FIDO Passkey。如果今天这个骇客已经取得这个使用者账号密码，他事实上也无法做登录，因为整个多因素的这个验证，事实上不会只验证账号跟密码，这个是一个重点。专家指出，大摆若是拄到各自外泄的代志发生，应拢是呼吁消费者改密码。不过，若是以资料管理端加强管理，安尼预防则更较有效。譬如讲，亲像加入生物辨识了后，产生虚拟的金锁匙，就算讲骇客摕到密码，嘛无法度登录，就会当提升安全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警察局的刑警大队对伫查毒品案，对早阁发现讲有诈骗集团嘛涉案，是利用虚拟货币要来暗卡，嘛说真侪真复杂的金流断点，洗钱1亿外，有20外的被害人损失上千万。以罗贤为首之犯嫌，除了出资招募车手外，与被害人面交，另于高雄市三民区一带设立虚拟货币闭所。再由机房成员以话术诱使被害人至指定之虚拟货币实体店面购得虚拟货币后，再将所得之虚拟货币打回诈欺集团提供之电子钱包，以合法交易掩盖非法所得，制造金流断点。全案依涉犯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警方对去年3月到今发动6届的搜查，是掠到10个人，嘛查扣行李货币、佮现金的点钞机、手机啊，甲真侪台高级车哦。警方是呼吁讲，这款诈骗哦，会透过实体的店面来暗砍，互被害人认为讲应该是被哄骗，所以民众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再来看中华伫顶个月河美甲鼻头拢发生9人佮加伤人的事件。最近河美有一个有心的妇人人翘倒摆去互狗仔掠，惊到险啊累残。也毋过，这只狗仔的主人是讲哦，伊的狗仔只是去外口放猎，是袂攻击人哦。动物防疫所是看迄当时的影片，认为讲这只狗仔有掠人，所以会来处罚。妇人人翘倒摆入去巷仔内，却拄到狗仔乌白肥。妇人人大声叫，车头嘛转一个，好在家在有甲救倒转来。中华河美有一个姓吴的妇人人，有生6个个，逐工拢会骑车经过嘉电路，大概经过的时阵拢真正惊甲，因为这个徛家内底饲的狗啊，毋是对人不义，就是要讲着，伊甲因兜厝内底人几啊摆拢险啊摔落来。很多次他是在后面那个小空地，然后他冲出来的时候，说真的，那里有一点死角，就是他冲出来其实会来不及反应。实际来到这间林家厝，姓李的主人讲，家己厝内底所饲的这2只拢是米克斯，进前是龙洞狗，体格真好嘛，真活泼。平常时拢放伫家己兜的埕，有当时阵就互因去门口活动，毋过袂去共攻击。我尽量甲关起来做。哦，尽量关起来。尽量甲关起来做。嘿。因为我一定要出来晒了，伊可能是敢若八甲拍过啊，八甲闭过吼，闭过啊，可能会记安尼尔，因为狗的记忆较好。哦，狗啊。所以正经毋捌共加计，这是事实。以涉及饲主未妥善管理犬只的输纵责任，依动物保护法规定，将对饲主采处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罚款。中法官动方所看过影片了后，认为这只狗真正去攻略，嘛要求主人要限期改善，甲狗仔管理好势。进前伫河美嘛发生有15只狗，伫2个月内底至少就造成10件攻略攻家的代志。鼻头毛小狗甲阿婆家着伤，动方所除了依法对主人罚钱，嘛呼吁饲狗的人就爱管理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马天主教的教宗用14世展开11天的非洲访问的行程，早是到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嘛是头一届有天主教的教宗去访问，因为前2日教宗是呼吁讲中东应该停战，也毋过川普说呛讲教宗应该得爱心存感谢，为无伊用14世嘛无法度正做是教宗，也毋过教宗是无想讲要甲川普来相战。伊讲，目前世界上有上侪人在受苦了，甚至失去性命，所以伊认为应该会当有如何的做法。天主教教宗用14世当地时间13透早到阿尔及利亚，总统塔布纳亲身到机场迎接。伫咧简单的欢迎仪式了后，教宗前往阿尔及利亚历史纪念碑，向独立战争的英雄致敬，强调天主是望每一个国家拢有和平。总统塔布纳嘛学到用14世伫咧加沙啊个伊朗的冲突当中有话直讲的立场。也那教宗伫咧出发进前去互美国总统 Trump 呛，互全球14亿的教徒强烈谴责。用14世伫咧阿尔及尔大清真寺无点名，毋过继续批评强权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嘛呼吁全球的领导人继续关注非洲大陆。By respecting the dignity of everyone. And allowing yourselves to be moved by the pain of others, instead of multiply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licts, you can surely become protagonists of a new chapter in history. Today, this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in the face of continu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neo-colonial tendency. 梵蒂冈统计，全球1/5的天主教徒伫咧非洲生活。教宗即摆头一站选择阿尔及利亚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在地4800万的人口，大多数拢是穆斯林，天主教徒无够1万人。这嘛是在地头一摆接待天主教的教宗。And he said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visit Algeria because he wanted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Muslim world. 即马70岁用14世，以教宗来讲是真少年，嘛真健康。这嘛是伊就任了后头一摆重要的国际访问。接落来会继续去卡麦隆、安哥拉、赤道几内亚等等中非国家，预计23回去梵蒂冈。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再
来看国内消息哦，立法院会今仔3度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若有涉虐待还是性骚扰，上侪是当罚代票60万。过来公布行为人甲机构的名，嘛规定讲，着爱有设监视佮录影的设备，至少着爱保存30天哦。包括当透过影像来还原真相，来保护囡仔甲教保人员。决议儿童托育服务法制定通过。一直有虐待儿童的案件，立法院14-3读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希望提供家长安心、儿童安全的托育服务。嘛，强化0到2岁托育服务系统的管理甲辅导机制。条文明定，若准托育的相关人员有身心虐待或者是严重的性骚扰等，相关可处新台币60万罚款，佮公布行为人名、写个机构的名。这些违规的托育人员资料都会建立这个资料库，那不会让他们到处到托育机构去流窜。强化不同对待案件的处理机制，法案嘛明定托育机构应该要有监视录影设备，影像要保存至少30天，而且阁爱传去地方政府主管机关建立的网络系统储存。要调影像的时，爱设定宽限，希望伫发生争议事件时，通还原真相，保护囡仔甲教保人员。那不管是监管员哦，或者是如果有发生就是有任何的虐待的疑虑的话，那所有的调查的报告能够公开透明哦。加强多元托育形态，毋若公共托育家园证明立法，佮新增加社区合作式、部落合作式、甲一场合作式的托育机构形态，嘛强化定点临时托育服务管理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30间医学中心大型病院拢有家己的电子病历系统哦，所以要转移，就爱甲病历小做光碟片。卫生福利部是宣布讲，今年5月开始，就来完成电子病历系统的整合。未来要讲病院的医生从系统地当来了解病人的病史，卖当看到所有影像检查的资料。民众去病院看病做检查，若准想要换一间病院问第二意见，英国拢爱家己去申请病历资料，至少爱去病院2-3转。为着提悬就医的便利性，为今年5月起，民众看院就医的时，会当毋免搁找光碟片、纸本病历等，医生通透过电子病历系统，即时掌握患者的病史，拥有记录甲影像检查的结果。你就不需要再过来申请啊，对啊，然后直接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的话。他调资料就可以看，对病人帮助会比较大呀。不用花一部分钱，那也不用跑来跑去，时间上嘛，对，不用浪费时间啊，对啊，因为大家都很忙啊。卫福部表示，虽然健保署推动分段药历、病历，毋过无机制化，即马透过快速健康护照、互通性资源，简称 FHIR， 就当将各医疗病院的资讯系统标准化、机制化，互相连通。按算今年，包括马街、长庚等医学中心、甲准医学中心系统，拢会当完成连通。明年扩大到区域甲地区病院，后年搁再到卫生所甲基层诊所。只要由星光医院转诊到阳明医院去的时候，阳明医院可以直接在他们的电脑系统取得他在星光医院的所有的病历的资料，包含影像的呈现。呼吁卫福部务必强化病人同意权以及严格的资安稽核，才会让这个政策从医院端的方便转为病人端真正的受益。卫福部强调，这套系统是亲像插座的概念，会当伫无共医疗资讯系统中随插随用，毋但提高医疗服务品质，方便民众转院，嘛减少用纸影印，兼顾环保。记者综合报道。白沙屯妈祖北港进香已经行到中华路，这几天哦天气是真湿佮真热，气象署讲哦，今仔各地上悬是到33度，南部甚至会到36度。也毋过明仔载方面通过北部佮东部会落淡薄仔雨，会较凉冷。也毋过哦，中南部嘛是佮同款是真热。昨晚已经有乡镇卡着山咯，所以提醒乡镇卡都爱注意身体哦，爱接啉水。白沙屯妈祖进香团即马已经行到彰化路，沿路是闹热滚滚。不过日头也是真遮炎。气象署讲，拜二各地好天烧热，日时气温上悬会到33度。医生嘛提醒乡镇卡着爱加啉水，嘛要斟酌判断家己的身体状况。根据进香现场医疗团队统计，4月13中到2点到5点，都有10个人着刷。差不多2点以后开始就着刷，昨昏差不多就有5个病人因为着刷，阮送去病院的。所以加上保安嘛，差不多就10个左右，因为有一寡是较轻的，有一寡有5个，阮送去病院安尼。
另外，气象署嘛讲，拜三有方面通过，西到北部、东半部部分地区的落地渐准好，气温嘛变较凉。不过中南部要是一份好天，气温伫29度到31度左右。医生嘛提醒，对进香团的民众都要注意高温，以防着沙。早顿的进香这规路顶头行的时间非常的长，所以大家张灯卡都要补充水分，加减会当休困者，唔通讲一直想要一路行到底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的热，所以建议是会当有休困补充水分。医生提醒，气温真烧落，对进香团的民众都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若是身体无爽快，就要赶紧找医生。若进香现场嘛有提供智慧行动医疗随护系统，有需要的民众会当利用，互进香的过程如安心。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嘉义市推出各类自由行的补助，4月13开始，无分休困日还是平常时入馆一间房会当补助1000块，有2000万的预算，所以会当来补助2万间房。业者嘛表示讲，最近的订房率已经有增加到2成到3成咯。舒适的房间，外口唔有高楼站的风景通看，饭店内底阁有多元的设备。4月13开始，嘉义市各路补助计划正式开始。饭店业者就表示，民众的反应真好，这活动确实有提升人客来住的状况。真的那个效益真的很好，所以说我们住房率也增加了2成左右。我们比平常大概增加了2至3成的住房订房量。为着要刺激观光，嘉义市为顶个月26开始，就开放饭店房间过暝补助1000块的网络申请，半个月的时间，申请人数都超过10万人。嘉义市政府表示，完成网络登录无一定就有补助，主要也是爱看大的日期。根据研究，因为战争的因素，国人在消费上都有降低了大约5%。正因为这个时刻，我想我们公部门带头拿出来，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国旅自由行补助的重要的方案。饭店业者指出，市府编2000万的预算，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算来计用2万的名额，可能伫10工之内就会用煞。除了业者嘛会推出配合的优惠方案，嘛希望市政府会当够增加预算，替业者游客甲产业带来3赢的局面。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南投民间乡焚化炉的争议是个继续发烧。今仔县政府阁开第2届环评第3届的范围界定会议有上百个反焚化炉自救会成员，阁有环保团体是到场去抗议。伊嘛讲，伊无法度接受县政府调工伫因上无用地迄个采收期，1个月来开5天的会议。自救会成员甲环保团体转道转椅，甲开发单位相持不下。南投民间乡焚化炉案14日，南投举行2届环评第3届范畴界定会议，成百个自救会成员到场抗议，批评县府1个月来密集办5天的会议，地龙就爱甲采收的工课放咧，安尼走总是一种行政暴力。伊的大后先排，伊有法度回收85%，但是剩咧15%就是背啊4个背，阮的地米是一定要检验呢。检验无过，伊是袂甲咱买地哦。所以我烦恼甲拢困袂去。这几天真的是春茶采收的时候，1个月5天，我们真的都不用做事情吗？你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凌迟我们吗？环保团体现场抢名参与2届环评的12位专家学者委员名单，发现有8个无来，这支会议的听数问题。佮指出，南投伫人口外移、少子化的情形之下，到底敢要有起焚化炉的必要？提出成为源头减量、精准分类、区域合作的解方。南投它的垃圾分类并没有做得很好，那它的垃圾的收集方式其实也是有待改进。垃圾的处理要从源头减量开始，然后就是尽量的分类回收。环保团体用各种的方式，希望可以让会议开不完这个方式我们也非常的遗憾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针对问题的重点来核心来去做讨论。那希望大家如果能够赶快把这个会议相关的争议点都讨论完，我想我们会议可以赶快结束。南投县府表示，范畴界定会议有35项爱讨论的议题，目前简单进行18项，呼吁全团爱理性来讨论核心问题，让会议通顺利结束。后续会开始需要一段时间的环境监测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热人还未到，要毋过这几天高雄拢已经超过30度了。高雄市政府嘛表示讲，高雄的疾运局嘛在规划要办理新北市的路口自动化查理的设施，会先选3个路口来试办。都发局嘛在研究要各都市会当降温的办法，后续卖来公布。早起10点左右，高雄的温度已经超过35度，真正4月中尔。高雄的天气都已经这么热，那真正进入热天，无论是骑车也是行路的人，伫路口等车红灯，拢是一种折磨。民众行伫咧大日头下，无啊雨伞交出动，也是挡袂掉。只要看到有黄的所在，就自动挖过去。高雄天气热，卡袂到就是30外度。真正都有机关建议过，应该爱有国外伫路口设加热的设施。前几天新北市都先试办一大路口的自动化加热设施，不少民众拢认为咱高雄真正有需要。路口的，就是你说就是有遮阳棚嘛？对呀、就是做那个。非常好，非常赞成。就是因为可以遮阳遮雨啊。要不然整个路口就是这样很光光的、热死的，阳光又那么强。伫路口起加日头的设施，真正都有议员捌争取过。13有议员即阵讲到，市府已经选定3大地点要先来试办，其中有2大要做伫咧捷运的落巴底站，因为这对捷运站出来要行去轻铁班车，都有100公尺的路程，沿路拢无啥物物件通互民众美日头。议员建议，若爱做，搁爱做了水，而且会当参考台北甲降温的措施，写入去都市计划做归做。我们在计划当中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把街角的2点或者是连续的遮阴设施，这个也放进去我们的荣奖当中，来鼓励企业跟我们来做合作。捷运站那个地方，他做一个试点，他这个一定要去做，他们已经要愿意拨钱来去做思考，然后同时也要去做规划设计。那第二个呢，在都市设计科，也就是都市发展局的这个地方来说的话，艳阳高照的高雄，它是需要有一些所谓的降温的策略。市府证实，包括捷运、凯旋站、甲落巴底站，今年拢总要做3大热热的设施。同时，都发局这边嘛有咧思考都市降温的规划做法，毋望伫咧极端气候的影响下，会当互民众的生活较利便舒适一寡。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南投的埔里有一条铁盒之路，会当散步、骑脚踏车哦，也毋过启用无到3档哦，稻树啊互破坏，有2丛是互记真深的一列。生态专家是讲哦，这恐惊无法度移路，是树啊未挖路。公所嘛表示讲，因为这是私人的土地，无设监视器，所以凶手真歹掠。这乱来啊！这行道树不能随便破坏啊！这2丛安尼死啊啦，这无法度啊啦，真恶心的。对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看到树啊，互人安尼句，是真正唔甘，唔知影是啥物人会遮恶质，而且是2丛树啊拢句。这是南投埔里的铁盒之路，会当散步，会当骑脚车。埔里镇公所接到消息，赶紧派人来调查，发现这是私人地，现场嘛无监视器。嘛无法度掠着凶手。这阮头家种的啦，都好好是安那甲记安尼，咱嘛毋知。是阮头家甲我讲，我才上才出来看。经阮公所来即个查证，毋是阮公所做的，嘛毋是地主所破坏吼。公所表示非常的痛心吼，遗憾啦吼。2丛树啊，若总讲有死去，为着即个安全吼，公所会来合作，来甲这树啊来移除。互人破坏这2丛是小人，树皮互人挂一链。生态专家讲，树啊恐惊无法度移植，可能袂活。环状剥皮哦，伊规身躯的养分拢无法度由树皮送入去伊的头部，最后这丛树木一定会死亡。尤其是环状剥皮，若甲剥甲足清气，新层层拢剥掉，要救回来机会是足少的。这条铁盒步道全长1.5公里，是南投县长柯淑华2年外前向中央争取800万征收的自然生态景观的步道。专家讲，小兰树生了8万，也要生啊遮大丛，上少嘛爱40-50吨。即摆因为人为调工过一年，这2丛树啊，等于已经互人判死刑。记者安修南投报道。来看台湾伫这个月初6哦，通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许可，会当开放做非洲地质的非遗区。也毋过，中华的稽查小组这个月12伫中华的分园查到有2场的饲猪场违法用喷饲猪。
一桶一桶的喷，既然都安尼直接再来低调饲猪。中华县这个月10日，伫中华分园查到2场饲猪场违法用喷饲猪，伫现场发现3台载喷的清运车，嘛伫地座发现动物性废弃物违规40明确。本所于4月12号清晨，联合农业处、环保局及警察单位，针对分园乡养猪场执行突袭稽查，查获2处猪场违法使用厨余喂养猪只。现场并发现清运车辆载运厨余及未经核准之动物性废渣。中华动防署表示，这2场饲猪业者是同一家人，为着闪避调查，利用假日透早为台中载喷入去猪条，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甲饲料管理法相关规定，上悬会当罚400万，而且取消因申请转用饲料补助经费的资格。中华县饲猪协会就指出，台湾真无简单，恢复非洲猪瘟的非疫区，大家都爱守规矩。重回是3大疫病非疫区是真的很难得。最近大陆那边有爆发南北疫情的口蹄疫，国际上这个各种疫病又更严峻，边境把关这个部分还是要大家做的更确实一点。中华县饲猪协会表示，目前国际上也受猪瘟的相关疫情在探烧，除了饲猪户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千万唔通违规用喷饲猪，而且都要加强边境的管理，做伙守护台湾饲猪产业。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来看去年因为风台台东县受500多公顷的梅仔生长了真严重，佮加上年初雨水真少，所以梅仔的结果率是真低。迄当时估算是只剩3成的产量，即马开始的采收了实际产量是只剩1成。农民讲这有可能是10冬来上惨的一冬。农业部买来启动现金的救助，1公顷会当补助62000块，申请的期限是到4月20日，所以农民都要注意。伫延平乡峦山山区种梅仔的阿伯，原本伊的梅仔一冬会使收成6000公斤以上，至少有12万的收入。啊，毋过今年伊的梅仔生甲哩哩答答，连请工人来挽，这工人挽无遐多，钱就领了无遐多，所以就找无人。农民归去，或者梅仔家己落去，啊，介绍较好的胭脂梅，今年嘛生无几粒。农民怨叹，今年是70年来伫台东梅仔收成上介惨的一冬啦。勉强，今年也没有啊，就这样。以往就算是有受到这种风灾还是可以用手采，手采还会有。这次完全连手采都没有。这天做大的，互农民实在是真无奈。袂少树仔旧年去风台吹倒，也是压断树仔枝，所以今年花开无遐济。啊，春天气候变化搁遮大，水无够，钓果的就搁较少，收成差不多干那剩1成。农业部已经启动现金救助，县府呼吁农民会使赶紧去申请。那我们春天就是在冬天跟夏天交界的时候，就会有西南风跟东北季风2种的不同的天气形态的影响。受理申请的期间呢是4月3号到4月20号。那每公顷的补助额度呢是6.2万元。台东出产足侪梅仔，差不多500家的梅仔园，每一年的产值差不多1亿。啊，毋过今年梅仔失收，即马市面上已经传出1kg价格到100块，也阁买袂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的新兴街2巷，当地有1排10户的民众出入拢爱经过私人的土地，也毋过地主甲土地改做停车场，互住户是真袂方便。这个争议嘛已经吵真久了，也毋过法院进程是判决讲这是私人的土地，协商嘛拢失败。民众即马是搁找管议员，嘛拍算要来向监察院来定情。这比较高，这一户比较低。门口有的放医疗，有的用阿门头出悬，才有法度行过行出入。屏东东港新兴街2巷的住户，因为门口烧接私人土地，地主是餐厅头家，计划要伫遮设置停车场，造成1排12户，其中有10户住户出入无方便，住户有找管议员定情。被这有把拔倒过。我着开车去咩？我往北去哩啊，坐一个啊，再搁下过。发生这件事情，我们是盖不来啊。然后我们车子都停在那边了，就是最基本的那种走路。
新盛街这块土地的争议其实已经30外冬啊。原来姓孙的地主无整理，附近居民就当作道路出入，双方相告，法院认定这块地是属于私人土地。后来地主愿意将土地卖予住户出入，结果协调失败，落尾海产餐厅小头家买落来，拍算做停车场。头家和住户协调，会当予住户行路出入，但是袂当停车，结果协调阁失败。住户认为30-40冬啊，即马煞袂当出入。因的心内拢想讲，因家40年啊，这是继承道路啊。啊，当然孙地主就甲告啊，啊告输，当然伊地要现我，就是差不多这个经营啊。当初申请的建筑线是在后面，不是前面这边。是。那不是这边法院如果已经判决的话，那你说地主愿不愿意让你通行，那是他们跟地主之间如何去协调。电公所表示，因为法院已经判定是私人土地，而且这摆徛嘅设计门口应该是伫另一头，但是拢互家己的证件挡掉咧，才无法度出入。而且管理员嘛会陪住户向监察院申请，替居民争取权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新的市哦，当的3月拢会办18站山回归，也毋过最近来看会，尤其是万滩江，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花拢冷去、暖去哦。市政府嘛表示讲，因为4月初落大雨，花拢升长去，会赶紧派人来处理。工作人员驱地花布，甲已经冷去的花挽掉，并还有准备提起弹，规地已经暖去的花。一寡游客原底是要来寻着18尖山看花，即马过半数的花，全拢变做一款模样。那就是没浇水啊，离谱啊！可是看有一些花是还好啊，有一些就不行了。是有点失望了。希望花期是能长点，但是这也不是能控制的了。新北市18尖山每年拢会举办赏花季，不过今年却互人发现，种无一个月的花，大部分拢已经冷去，甲原底所想的拢无同。市府表示，主要是因为4月初新着落大雨，影响到这的花，会赶紧派人去现场处理。主因系本月初强降雨所致，市府已派员现地了解，并责成厂商于今日进场办理整理作业，先行清除枯死之灾。并将接续办理补植作业，以紧速恢复整体景观品质。市府讲，刷起请厂商针对已经冷去的花赶紧处理，买个种新的花，让再互18尖山恢复花海的景观。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明仔载会受到风面的影响，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可能会落淡薄仔雨，也毋过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下半部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收看公视台语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